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溪头的门票起价咯。其中65岁以上的敬老票起10块，为30块起到40块。讲有民众对这个起价真不满，伫个手口写讲起价无理，欺负老人。 报道边仔叫记者的手口，有人用黑笔写起价无理欺负老大人，佮有伫咧树篮内底，嘛有一张用白纸顶面写同款的话，却有人顶伫咧树瓦。这就伫咧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，真侪民众拢会来遮散步、运动、数分多钟。敢有民众不满65岁以上的敬老票为过期的30期到40，就伫咧园区内底黑白写字共糟蹋。咱运动咧，30几十块了差。无要紧啦，人啦，安尼咱就安尼啦。人个起价可能嘛是正常的代志啊。除了敬老票起10块，今年溪头园区门票全票费2起到2.5，邮台票100起到200，半票100起到130，拢差不多起20-30。近年来的人事成本大幅的增加，然后园区内也有其他的设施以及许多的工程正在进行，然后因为考量这个营运的问题，永续经营，我们才会决定要涨价。 园区讲，会起价是因为人事成本增加，加上新建工程，才决定起价维持运作。无希望因为起价，民众无欢喜，就伫咧园区内底黑白写字，呼吁民众爱理性，而且园区内底拢有到监视器，园区会来调查，若是抓到黑白写字的民众，会依照毁损罪请警察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